这个翠暗的生命节，这礼拜是实施的第2个礼拜，政府会当做一个检讨咯。像这个儿童翠暗拢阁有村，但是大人的翠暗就无到尾咯。所以面孔啊较细的民众就讲，政府应该开放大人买当买儿童翠暗。另外，有药师来建议，应该甲前一天卖剩的额度开放，互隔天有需要的人来买，就是会当尽量互每一个民众拢买到翠暗。药师提出纸箱啊，内面有几啊包分装好的，有印这鸟形倒样的翠暗，这拢是前2天无卖完的囡仔翠暗。现在目前成人的话，每天大概发完号码牌，大概就是我们在15到20分钟之内，大概就是全部会这个等于发完卖完。那儿童的话，大概可能从前面2天累积的大概还有大概16片，等于是8位儿童。拍开翠暗地图 APP， 台北市有几啊间药局，大人翠暗村的数量拢是0。有的药局囡仔翠暗还阁有100外个，其实面型较瘦的大人嘛会使挂囡仔翠暗。不过只有摕12岁以下儿童健保卡的人才会当领，所以有民众希望会使有条件开放，让大人嘛会当领。就比方就是拿不到啊，我觉得好像会比较好可以啊，就物其所用。有一些妈妈就是说我小孩脸比较胖啊，那带那个小孩子的根本就遮不住。药师建议应该甲前一天村的儿童翠暗开放，有过长工的大人来领，才袂让这囡仔翠暗拢有村，互有需要的民众煞看会到领袂到。